大家好，我是狂草书法高手玄哥，今天又来为大家写一幅非常潇洒大气的狂草书法作品，毛主席的《青玉人民解放军在你南京》，又是一幅恢宏大气的作品啊！想我玄哥苦练狂草10世载，书法造诣为何就能如此之高？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天赋。我玄哥已经将我孤傲的气质和书法融为一体，已经深深的融入到血液当中，所以说我玄哥的狂草看着就是这么的有魅力。今天我玄哥就用孤傲的气质来为大家写一幅狂草。今天的狂草可以说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，有哪一点不同呢？最主要的一点，换笔了，两支笔写完全就是两种风格，所以说今天的这个风格，我决定用更孤傲、更狂放的风格来写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狂草的又巅峰之作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喝口酒就来写。来写。眼光萬里長，誓奮